创世纪第10章，拿阿3个囝的后代。下面是拿阿的囝闪、含、雅弗的后代。大水以后，因有生囝儿孙。雅弗的囝是哥灭、马国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色、提拉。哥灭的囝是阿什基那、利法、多加玛。雅完的囝是以利沙、他西、基提人、罗德人。这个人的后代，各照因的语言、种族、邦国，分散徛起伫沿海地区。含的囝是古实、埃及、弗、迦南。古实的囝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弗他、拉玛、撒弗提加。拉玛的囝是示巴、底但。古实阁生灵六，伊是世间第一个勇士。伊因为上主的帮赞，诚做熬拍拉的勇士。所以俗语讲，愿上主互你成做一个亲像灵六遐尼熬拍拉的勇士。灵六统治的范围，大先是西乃地区，包括巴别、以勒、阿甲、甲甲尼。后来扩展到亚述，伊有起造尼尼微、利河别、加拉，以及伫尼尼微甲加拉中间的大城利晟。埃及生罗地人、阿那比人、利哈比人、那弗托希人、帕苏罗税人、加苏罗希人甲加菲托人。菲利士人是即族的后代。迦南生大囝西顿甲赫。亚布斯人、阿摩利人、吉加撒人、希比人、阿基人、西尼人、阿瓦底人、西马利人甲哈马人。后来迦南这个族分散真阔。迦南的境界是对西顿基拉尼的路到加萨，更索德玛、俄摩拉、阿玛西边的路到拉沙。这就是含的后代，各照因的种族、语言、土地、邦国徛起。雅弗的兄哥闪是希伯全族的祖先，嘛有生囝儿孙。闪的囝是以兰、阿述、阿法萨、罗德甲阿兰。阿兰的囝是乌斯、何勒、基帖甲米色。阿法萨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。希伯生两个囝，一个叫做法勒，因为伫伊的时代，人分散伫逐所在徛起。法勒的小弟叫做约旦。约旦生阿摩达、沙列、哈萨马菲、亚拉、哈德兰、乌萨、德拉、俄巴罗、阿比玛利、示巴、俄菲、哈菲拉、约拔。这个拢是约旦的囝。因徛起伫米沙到西法东边的山区。这个是闪的后代。因照家己的种族、语言、土地、邦国徛起。这个拢是拿阿的囝的种族，各照因的世系建立家己的国家。大水以后，因伫地上分做真侪邦国。